有人話喺泰國租屋最驚唔係舊，而係業主有啲嘢冇講。Troy嘅爸爸係做工程，平時主要係喺曼谷開工，好耐先至會接一次喺外省嘅 job。有次爸爸接咗一個外省嘅工程，要逗留大約1個月，所以一家索性一齊去，方便照顧。同行嘅有爸爸、媽媽、家姐、姐夫同埋 Troy。佢哋揸車去到已經差唔多黃昏6點，天開始黑。爸爸先去工程地點睇一睇，之後再喺附近揾地方租住。佢哋經過一個細屋苑，見到有間屋貼住放租。爸爸打電話俾業主，業主聽到之後語氣就好奇怪：吓？你哋想今晚即刻住？間屋仲未清潔喎。咁我而家開門嚟俾你睇下先啦。間屋唔算舊，左邊有3間房，右邊係廁所。爸爸揸咗成日車好攰，亦都唔想再周圍揾，於是就問業主要俾幾多錢同埋簽約。但業主就話：你哋今晚住一晚先啦，如果覺得 OK 之後再簽啦。爸爸冇諗太多，以為只係太夜唔方便搞文件。之後一家人就出去食飯，返到間屋清潔下，跟住就熄燈瞓覺。大約到10點，Troy發覺有啲奇怪，佢瞓喺廁所對面嗰間房，見到有個男人身影不停咁出入廁所，仲聽到水聲。佢以為係爸爸或者姐夫，所以冇理。但係奇怪嘅係，嗰個男人來來回回行咗好多次。同一時間，瞓喺第一間房嘅爸爸媽媽聽到好大嘅呼吸聲，家姐同姐夫都聽到，好似有人唞唔到氣咁，仲越嚟越大聲。最後家姐忍唔住喺屋企人 group 度 send message：你哋有冇聽到啲聲啊？結果原來全部人都聽到。於是佢哋即刻開燈周圍睇，但屋裏面除咗佢哋根本冇其他人。佢哋甚至開埋後門行出去睇下會唔會係後面間屋傳過嚟。結果佢哋喺後門嘅門外見到一張黃色嘅符印，但係因為太夜，附近又冇其他地方租，唯有繼續瞓啦。到第二朝，爸爸出去買早餐，賣早餐嘅阿姨突然間問：瞓得好唔好啊？有冇咩特別嘢啊？爸爸聽完之後心諗有啲唔對路，但係唔想講太多，只係話太攰啦，一瞓就瞓着咗咯。嗰日開完工，大約5點返到去，食完晚飯之後，各自各入房，但係一熄燈，間屋開始有一陣怪味。家姐突然見到房入面坐咗一個男人，當個男人慢慢轉身，佢見到佢成面都係血，眼突咗出嚟，頸上邊有一條好深嘅血痕。家姐嚇到大叫，但下一秒原來係發夢。姐夫問佢發生咩事，家姐唔敢講。但係越夜，嗰啲呼吸聲又再出現，今次仲越嚟越大聲，好似有人呼吸困難唞唔到氣咁。全部人都瞓唔着。到第二朝，爸爸再去買早餐嘅時候，終於忍唔住問阿姨：間屋係咪發生過咩事？阿姨一聽即刻反問：吓？業主冇同你哋講咩？原來嗰間屋之前住咗一個裝修師傅同佢老婆，個老婆仲生得幾靚。有一日，裝修師傅放工返屋企，見到佢老婆同另一個男人喺屋入面，最後個老婆仲跟個男人走埋。之後幾日，附近嘅街坊開始覺得奇怪，因為完全冇見過裝修師傅出門口。阿姨就打電話通知業主，業主聯絡唔到個租客，唯有報警再用後備匙入屋。結果佢哋發現裝修師傅喺其中一間房入面吊頸自殺，而且已經死咗好多日，屍體開始腐爛，成間屋充滿臭味。而更加恐怖嘅係，佢吊頸嗰間房正正就係爸爸媽媽瞓嗰間，而佢嘅死狀就同家姐喺夢入面見到嘅一模一樣。爸爸聽完之後即刻打電話俾業主，點知業主居然話：我啱啱準備過嚟俾租約你簽同埋收租喎。爸爸問佢點解唔講俾佢哋知間屋死過人，業主話其實佢都死咗好耐，應該冇事，
仲專登去問高僧攞咗符貼喺屋，但所謂嘅好耐，其實只係大約20日。業主仲話本身打算揾高僧正式做法事，但係因為佢哋臨時話要入住，所以就未處理。最後佢哋一家人即刻執嘢搬走，而業主亦都冇收佢哋租。